殷先生，全民诊所白袍医生，面粉红，170外身悬自世界，头毛乌白鼻灵悬，阿拉丁伫大西，诊疗室人杂杂，有诶坐，有诶徛，有诶探头来回行，心事忧魂无定性，脚动上车车。这话一棍救救叫，头小耳热，酷酷扫，手骨暗，有诶喙烂乱喷，水倒头转隔壁，急诊雄雄公公，也无啊退，目青目黄，外治核心医德针足看，哪是小杯对时大，轻声细碎，大心拿论烧，关怀2字变好3分，医心影食药。豆人久长病，使性地结怪癖，有人疼哪囡仔囝，殷先生一家人，哪像行春食公道。